嘅觀眾朋友，在個轉到節目嘅現場，今日節目門口嘅單元帶大家來關心呀，新南向政策實施2週年咯。韓國呢，促成啦幾秒韓國來台嘅遊客係更來更多，也當前咪產生到問題，也為了安全改革咯。今日請到嘅專家係台師大嘅楊崇友教授，教授你好。好。但是我想第一個問題想請教一下，說像其實剛好就是新南向政策到今年1月是實施了2週年的時間。對。那當然我們看到說，根據之前投審會的這樣的顯示說，去年一整年，新南向國家來到台灣投資了600多件哦，然後呢有成長了大概1成，然後但是它整個投資的金額成長了4成多。那老師對這樣現象你怎麼看哦？就說是不是新南向政策已經實質吸引到這些就是包括東南亞、包括南亞、包括大洋洲的國家來到台灣投資？那個我們應該是從這樣來看啊，就說2個方面來講，其實過去啊一直有東南亞的那個僑資啊投資台灣，這個歷史很悠久了啊，從這個早期的時候，台灣經濟發展的過程裡面，也都有東南亞，所以是以華僑為主嗎？當時就是以華僑為主，不過呢，現在的東南亞跟過去啊已經時代不一樣了啊。這些東南亞現在是世界上就是說被最看好的一塊新興市場，那它現在又完成了這個經濟的整合，所以呢，其實呢，它的就是說未來的這個成長可期。那麼東南亞這些地區哈，有幾個地方都是長期快速增長哈，已經一段時間了啊。那我個人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說哈。20幾年前我們去東南亞的時候，其實台灣跟東南亞各個地方是有差一大截。但你現在如果到東南亞去地方去看啊，你會發現這些國家的這個首府哈，它的這個進步哈、奢華的程度哈，其實就說不輸台北啊。那這樣的話，就說它總是有一些大的公司哈、大的這個企業哈，已經具有國際競爭力了哈。那它當然可以來投資台灣。那台灣對它呢有什麼競爭力？有什麼吸引力？哈，其實，在幾個地方來講，就是說，其實東南亞這些國家普遍上哈，算是跟台灣有長期的往來哈。它對台灣的這個科技哈，還有對台灣的教育程度的這個，就是還有另外就是說，是一個比較文明的這個華人的文化哈，這些地方都是很有長期的認識了啊，所以就是說，其實對他們還是有相當的那個吸引力。老師，我們看到一個數據，就是說現在尤其是這些國家當中，泰國來台灣投資的這個數額成長了9倍多，然後菲律賓也成長了將近4倍。那像是後來新南向加進來這個澳洲、大洋洲部分也成長了1倍多。那老師你怎麼看這樣這3個國家，尤其是像泰國這樣的國家來到台灣投資？對，就是我想哈，我們就說最重要的地方還是就說就是我們現在在談這個新南向政策哈，最重要還是叫做雙向的發展啊。那泰國就是前一段時間那個泰國的那個貿易發展局有來到台灣哈，那特別就講到這個部分。現在泰國呢，他們自己發展的這個項目哈。跟台灣有很多部分哈，是大家雙方共同有興趣的啊，比方說在文創的這個部分，但是呢，它的目前的這個大的計劃哈，是在這個曼谷的這個東邊哈，有一個要做一個新的科技走廊，那麼它要發展這種策略型的這個工業。那我們怎麼看哈？他這個計劃都知道說，以泰國目前的人力哈，他單獨沒辦法去做到這件事情，所以他來台灣就跟台灣特別討論了，說希望跟我們是，就是說他也希望台灣去那邊投資哈，那他們也希望就是說他們也可以來跟台灣這邊那個互相的那個交流。那從這個角度來看哈，我們應該這樣看哈，就是說泰國還有菲律賓哈。大概我們的產業形態跟他們的產業形態是互補的狀態，剛好是他們有需要的地方，有需要的地方，所以互相之間的這種互惠互利哈，大概還可以都持續了一段時間了哈。剛剛講到那個菲律賓哈，菲律賓它現在是比較有趣的地方在於說，它現在是很多的這個就是這個 call center 哈，過去的這個客服哈。本來是印度來承攬的這個客服啊，現在慢慢轉移到菲律賓去了，因為它被認為是東南亞地區啊最大的一塊這個講英語的這個市場。那麼也有很多這個就是說語言中心哈，
就是跨国的这个语言中心设到菲律宾去。那所以菲律宾的这种就是说人力素质哈，其实跟我们呢也刚好是形成互补啊。所以就是说，如果是菲律宾跟泰国哈这两个地方跟我们之间的这种交流哈，我想这个是没有问题。比较有兴趣的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澳洲的部分。对，后来蔡英文加进来这个新南向扩大的这些国家。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新南向政策里面有2个跟过去不一样的地方，一个是南亚的地方的国家，一个是澳洲跟纽西兰。其实澳洲跟纽西兰哈这2个国家在这个国际上哈，就是说在这个区域里面的那个分工哈是相当微妙、相当有趣哈。那他们呢，就是说过去就是说原物料啦、农产品啊，被认为是就是说比较就是它的强项。但其实呢，澳洲跟纽西兰它致力于哈，大概自从澳洲的废除白药政策开始啊，他们就致力于它跟亚太国家之间的那个关系啊。所以呢，实际上在某个程度上来讲，他们其实是很可以发挥哈这种资讯流通哈统合的这个作用。所以就是说，对于台湾来讲，台湾如果说就是要在这整个区域的那个发展，具有更好的这种国际沟通能力，其实跟澳洲的这个进一步合作，我想是相当友好的这种前景可期。老师，我看除了这些吸引投资之外，其实今年根据这个交通部观光局的统计啊，就是东南亚来到台湾的，或是新南向国家来到台湾的旅客，较前一年有增长了一些哦。然后他们的消费额达到了大概27亿多的美金，算是等于是台湾的观光市场对外观光市场当中，已经占了1/4这样的比重。那老师，你又怎么看这样的现象？是他们的经济发展有到这样的地步，说他们的平均单位的消费额甚至可以跟日本、跟中国大陆来比？这样说好了哈，就是说就观光这个部分来讲哈，其实这的确是过去啊台湾比较忽略的部分啊，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东南亚这些国家加在一起啊，它的人口数量当然就是说其实是跟其他的这个几个重要的这个人口来源哈。中国啦哈，就是说或者是这个欧洲啊哈，这个其实它就说不相上下，所以就基本的这个程度来讲是已经有。那么另外就是说我刚刚提到说有些国家哈，它经过长期的这个就是经济成长，它已经让一部分的人先富有起来了。我们拿那个越南做例子啊。越南从这个1986年哈，它的那个开放政策开始哈，到这个开放政策开始哈，它每年就保持相当高的这个经济成长啊，6%、7%、5%这样哈，就是说上上下下，然后发展了30几年了。在这个情况下，其实哈，它都有产生出一批这个富有的人出来了。那我特别提到这个，就是说我自己住在那个桃园哈。那么现在就说桃园的夜市啊，每天晚上的时候就听到这个越南的这个观光客来台湾啊。那我是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大的发展啊，就是说这些国家其实都有一批人，他是有这个中产阶级以上，他有能力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周遭国家去旅游。只是过去我们台湾就说没有做好这个配套，没有准备好。那现在有特别注意到，其实只是应该叫做急起直追了啊。那我们不应该因为一次的事件啊，比方说，越南有一个这个逃跑的这个事件，前一阵子这件事情，最大团这样不见了，最大团152个人跑掉了哈。但我们不应该被这样的事件所影响了哈，因为从大方向来讲啊，其实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如果你是从都会区河内啊、胡志明市都会区来的这个中产阶级，他们其实是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那这一次的那个，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逃跑的事件，是从特定地方特定的组织方式、特定的这个旅行社安排的这个情况下，它出了这样的那个问题哈。可是我觉得，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在处理这种国家跟国家之间交流的现象那我们还是要很清楚知道说，对台湾如果真的要发展观光事业来讲，本来就需要分散客源。那东南亚这个地区呢，它跟我们还是比较接近的地方。无论如何，如果你能够吸引他们的这个中上以上的人来台湾旅游，这个绝对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发展。实际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新南向政策其实做的还不够多啦，还不够深啦日前有那个印度的采线团来台湾。
他们一来台湾之后，发现说啊，台湾这个整体配套还不够，为什么呢？他们到所有的旅社发现说，印度人最喜欢的是家族旅游。可是台湾没有一个那个饭店能够提供这个家族旅游的这种环境，那就表示说我们其实是准备不够嘛那更何况就是说之前也讲到说我们要准备那个穆斯林的市场。那么从台湾就是发展这个清真认证到现在，其实还是相当有限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方向本身你要迎接更多不同的这个旅客，那你就是要有这些配套措施，这个还必须要继续往前走。老师，那你刚刚有提到说，像不能因为这样子一个越南单一事件而去影响到整个政策，但其实我们看这个关宏专案好了，它是从这个马政府实施到现在，其实大概总共有将近2000名这样的东南亚旅客来到台湾就不见了，然后甚至找不到人。当中其实越南占了很大一部分，400-500人这么多。那包括说后来我们进来也有一些就是假借着这个产学合作，把他来到台湾让他去念书，其实是要这些学生当廉价劳工。那老师像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在推广新南向政策的时候，其实政府在这个部分的配套，其实也是要做好把关。就是说，我们分开来说了就是说，其实呢，我们所有的这个任何一个政策在推动的时候本来就是说，其实应该要有更前瞻性的做法。假如呢，我们能够很认真的去设计出就是这个适合这几个地方不同国情的这些制度的话，其实应该可以把这种就是说利用这个漏洞然后就说从事不法的情况把它减到最低了那我们就说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说我们说以这个逃跑外劳的这个情况来讲我有一个学生特别就请他做这个越南的这个逃跑外劳的这个研究，他就直接去访问他们。那当然就说就有很多就说我们也意想不到的发现那其实呢，就说大部分就最简单的一句话讲，就说他发现说很多这个逃跑外劳有很多人个人的条件都不错然后呢，其实是台湾这个社会也有鼓励他们逃跑的这种管道跟途径所以我们检讨这个事情，我们都说所有这些事情呢，都是就说要有深入的研究跟配套那目前呢，这个机制显然是不够了那还有呢，就说就是会就说另外讲到那种假结婚这一类的这种情况，那也是一样，就是说其实呢应该下功夫的就是对这种特定的那个类型它的这个侦防就是说要能够有掌握。那如果没有掌握，你都是到事后再来追，那当然就会觉得说好像是有这些很多这样的问题。但我们还是要这样讲，从数据来看它还是跟国家之间的往来来讲，这个只是一小部分的这个比例不应该就说因小而偏失了，不应该因噎废食嘛，对不对？对，因为有时候媒体在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总是会就说一有事情发生就觉得很大的事情那实际上就说其实这些活动都是附带的在任何国家都可能产生，都是持续在进行中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对它就是做一些谨慎而仔细的评估。好，谢谢老师。但是比上半场的内容下半场的能继续来看那个文化交流，尤其是东南亚没有真多嘅抗议同改片，跟国内继续关心。欢迎观众继续转到讨论嘅现场，下半场呢，我来讲到较轻松嘅，是咧东南亚嘅客家文化，咁款强度嘅係用从容高手。高手你好，你好，很够好。下半场我该用客家来问，讲客家嘅议题哈。讲你3年来我看到你客家会当然之後有呢，計劃講有新南向計劃，之後會派團去改片，了解改片嘅文化啦，又係講你嘅學術交流、社區交流安尼，可以同你嘅講嘅傳統嘅經貿、幾妙嘅交流吼。有冇相關啊？形成啟動用嘅咯。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很早就应该做这样的事情了啊。我们是跟东南亚这个地区就是说是很接近的啊。然后呢，文化上有很多地方可以交流。那么过去呢，所有的政策都只强调经贸方面啊，其实是错误的做法啊。就说很早就应该要强调这个文化啦哈，还有就是说这种人员的这个交流。那在这方面哈，就是说像日本跟韩国，他们都布局的很早，他们都很早就看到这一点啊。东南亚这个社会其实跟那个台湾这样的华人社会情态是很接近的啊，就它是很讲究这个人际关系，还有交互之间的那个态度。所以我们呢，对对方的那个文化越了解，我们越能够互相的这个信任，互相的这个发展好的关系。那么我觉得在这里面哈，客家文化哈就起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作用，因为几乎所有的这个东南亚国家哈都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客家的这个群体在里面。那其实咱都会讲咧，东南亚其实人抗人可能有几百万人吼，几百万人这么多。第大部分都是马來西亞、印尼啊，條黐到韓國嘅文化嘅形態，老人台灣嘅客家文化就冇相關咯。那个我们目前就说相关的那个计划哈，是以这个印尼跟马来西亚比较多哈。那这个呢，就说有就说也对也有不就说也有另外不同的意见的哈。我们先从好的地方来看啊，就说在印尼哈，印尼因为客家的聚落多，所以呢印尼人哈，他的印尼语里面就有叫做 Orang K 啊，讲的就是客家人哈。那在几个地方都是客家人聚集的哈，像山口洋啊哈，像那个坤甸啊。像这个邦加啊、乌里洞啊、雅琪啊，那客家人多哈，所以呢，反而变成说站在印尼的角度啊，客家人反而是到最后哈，保存这个华人文化，保存最完整的。最传统该好，最传统，最传统。对，然后那甚至就是说，它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说，如果以山口洋来讲啊，它甚至发展出它自己的这个客家的这个流行歌曲的这种产业。啊，他自己做了很多这个歌曲啊，那这个都是过去就是说，我们就说啊，其实就是他们有他们强的地方啊。马来西亚其实它的情况也是一样，在特定的一些地区哈，客家人比较多，也发展出不同的文化出来。不过我还是要特别讲一下哈，就说就整个东南亚来讲，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哈。也是客家人比较多的地区。那我讲一个比较偏远的哈，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的哈。东帝汶，东帝汶呢，就说他的那个客家人是在当地哈是占主导地位，所以也就是说哈，这是一个整个东南亚地区最新的一个国家嘛哈，所以就说这个其实它也是就是说你几乎到那边去交流，就是跟客家人交流一样。另外呢，就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像沙巴哈这样的地方啊，它现在很多人到沙巴去旅游，就会听到说它的那个国际机场啊。播音啊，除了播这个马来西亚的国语啊，还有英文之外啊，就是播客家话啊，就是表示说他客家人多嘛哈，而且就是说在当地扮演很重要的那个角色跟分量，所以这个是就是说啊，我们其实就是说这整个那个视野还可以再扩大一些。实際嚟講，本然下都會講，像人哋下界，像頭擺，我記得有同我講過，像係泰國本身嘅抗議咩一度吼，係咩樣嘅情形？好，那个泰国的客家人是相当有趣的哈，就是说我们这个我只能这样讲啊，就是说你现在看那个泰国现在有76府啊，那几乎呢差不多40-50个府啊都有这个客家的会馆啊。那如果你对泰国有了解，你就知道很多的这个府它其实是乡下地区啊。那为什么在乡下地区也有客家的聚落啊？那我认为说在历史上应该是经过了一个我们不够熟悉的一个历史的变化。有一个特别的移民那个移民呢，就说它除了移民之外啊，还有呢，就说客家人的分布在当地哈，我就是形容就说啊，像星罗棋布一样。每个地方都有客家的聚落啊。那在早期的那个时候哈，原来的那个泰国哈是不能让这个外人哈有地
你可以耕作的。但后来呢，现在去这些地方看，就说啊，这个后来它开放之后，很多人哈，其实在当地就说是拥有地的哈，变成是在当地的这个就说本地社群。那么泰国呢，它的那个华人的比例哈，其实是最高的啊，就说10%的人口，那等于说在这个国家里面，就说是最重要的少数民族了啊。那我还是觉得说，这些东西哈，还是值得就说做进一步的探究了啊。我们并不晓得说经过了怎么样的历史过程啊，让今天就说泰国的客家人分布的这么广啊。那中间我相信是有一个就说很特殊的一个历史的过程哈。那现在的那个泰国人基本上就是接纳了这个华人哈。那其中就说客家人就是隐身其中了哈，这样子。所以讲泰国迪拜世界运动中是一个黑发人，你黑发人可能有一半个机会黑抗人，我对，我们就说哈，我去那边做调查的时候哈，我大概基本上有一个看法，就是说客家在泰国，我们讲到那个华人哈，我们都说是潮州人，但实际上呢，很多去到这个泰国的客家人哈，他会讲潮州话，被当作是潮州人。啊，那就说，所以就是实际上就说他的那个客家的这个人数应该是相当多了啊。那当然这个就是细讲起来就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了，因为这个就是在这个去泰国的客家人哈，第一他也是属于潮州府的这个范围，第二呢，他当时都是经过潮州来出海到了泰国，第三呢，在泰国有一个很特别的观念哈。叫做半山客，那个半山客呢，就是又会讲潮州话，又会讲客家话的一群人，所以这个是一个泰国的这个客家人的一个特色。所以佢喺同移民到台灣同移民到東南亞呢啲抗議，其實係冇相關嘅一個發展嘅過程，係咪啊？對，其實呢，就說到台灣哈，到那個東南亞啊，是不太一樣的啊。那我們就說，我們曾經就說看過有很多的這個大的這個在華南地區的這個族譜，那他就說，這些人到了台灣啊，這些人到了南洋啊，那所以說他有些是在不同時期哈，但是我們這樣講，就是說起來哈，500年前是一家哈，這個大概是不會錯啊。那但是呢，就是說比方說就是有些像比方說廣東地區哈的客家人比較多是到了南洋，那在台灣呢，就是說就有這個閩西啊、粵東啊，哈都有啊。那然後呢，就是說在這個去到就是說到東南亞，它發展出來的東西也不一樣。比方說呢，在台灣有叫做客家小炒，那這是台灣的客家美食。你到了馬來西亞呢，它就是有一個東西，有一個食物叫釀豆腐，那這是他們當地的客家美食，在台灣就沒有啊。所以其實各個地方啊，是發展出不同的客家文化出來。那先生聽有講到嗰個，即係用泰國周禮講嚟嘅，先揾個輔助係要叫個客家會館吼。你講你會館其實係咩係你講抗議到南洋嘅下，而家係東涌有嘅一個你講嘅重心哦。因為我採訪經驗都係講你會館係會攀好高。係照顧當地嘅華人嘅身份，因為大家對抗議來講，會館其實對佢嘅身份來講，比人從台灣嘅客會會更加重要。不止，我想就是說，不只是會館是重要哈，就是說在那個客家人哈遷移的過程裡面哈，還發展出特殊的這個方式啊。那在歷史上很有名的那個水客啊，水客呢就專門是就是說在地方上哈。帶這些想要出洋工作的人出去的這樣的人，這是水客啊。那等於說哈，我們可以這樣看這個事情，就是說，這個是客家人現在分布在世界各地嘛啊。那我們說這個是國際移動力，這個國際移動力相當於在很早的時候哈，就建立了一套機制，把這些人就說等於說做這個人員的這個溝通跟轉移啊。相對來講哈，我們現在還沒有。這樣一個值得地方人士信任的這個機制，在當時就有了。所以講唔單止係會館，韓國係人同一個泰國嘅向心力來減起來，係安尼講係咪？就是說，實際上換句話說啊，
我们现在呢，如果现在要出国啊，要到另外一个国家去生活，要去工作啊，我们说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是就说正常的普遍的现象。可是呢，在早期的时候啊，其实在当时的人透过会馆啊，说不定他们出国啊碰到的障碍还更小，因为他到每一个地方去都有人去接应他，那他跟自己的同乡呢讲同样的语言，然后就说就是学习 follow 这个当时他们已经进行的这种经济活动，就可以在当地啊生存啊，所以这个是就说这个现象，这个历史现象本身啊是很值得就说去了解，而且呢就说如果我们现在善用哈客家人分布各地啊的这个特色的话，其实这个应该算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文化资源呐啊。那也就是说，我参与这个客委会的一些计划哈，我就发现说，其实客委会透过这个文化的交流哈，它反而比其他的部会更容易哈去跟东南亚这些国家进行深度的这种交流。好，那你如果说其他方面哈，我们受限于国际环境的关系哈，可能就说也有一定的限制，反而就说透过这种客家乡亲哈，它跟各地可以有很深度的往来。所以讲咧，透过咧第二轨嘅交流模式，比能嘅强硬来体现的做经贸交流，可能和卡斯的做双方嘅实质关系。对，就说实际上这个文化哈，讲到文化，你既然就说也不会有这种阻力哈，然后呢也得到当地。